你这位平安，时间已经到，咱备办咱的心，请走啊！选调诗篇104篇第1节到第5节。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摇花，摇花，我的上帝啊，你是至大，你用尊荣威严做衫来穿，你穿光明亲像外衫，展开天亲像帐篷，伊伫水中安置伊楼，搁会通条，用云做伊的车，用风的势来行，用风做伊的使者。用烟火做伊的车用，将地下伫伊的地基顶，互伊永远无摇错。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18首。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归定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
伫顿场必立岛林来受苦，顶是一个死埋葬轮虎。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伊要对遐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是共同的教会，信仰相通，做赦免肉体倒我永远的活命。阿们。家己姊妹请坐，这是我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的独生爱子耶稣伫十字架顶为阮所流的宝血，洗净阮一切的过，互阮会当对死来做来死，伊来活。当阮也求你，互阮得到你搁我的新生命，互阮活出迄基督的款式，互阮会当真实经历迄个所见证的，即摆活的毋再是我，是基督伫我内面活的，互我充满望，充满确信，搁我伫你性命也伫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我来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是总会所定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敬请兄姐踊跃奉献甲代祷。本会定伫本主日中昼12点伫地下室小会仪式召开小会，敬请全体小会员准时出席参加。第三，本会定伫本主日中昼12点伫3楼会议室召开新媒体会议，请有参加的新媒体课程的学员准时出席参加。第四，本会定伫11月第3个主日起连续召开第22届中职选举临时和会，直到选举完成，敬请全体在职陪审会员合作配合，为着让选举过程一切顺利平安，本会特别举办21天连续禁食祈祷，对11月1日到21日，有负担的兄姐请伫公告栏登记参加的时间。第五，由从教会公告配合到政府防治政策，并本会所有相关的实体聚会一定陆续恢复为实体跟线上并行的方式实施。说明如下：主日礼拜部分，每周六下午6点，少年的聚会伫敬拜中心，一定是实体礼拜。每周日教会主堂上午8点，台语礼拜上午10点，华语礼拜拢是实体跟线上礼拜并行。第三，每主日第3场的华语敬拜中心实体礼拜。第四，每周日上午10点到11点20，儿童主日礼拜伫富堂。本会早天祈祷会，早起5点半到6点半采实体聚会。本会周三祷告会，沿暗8点采实体聚会。其他的事工活动，就依防治防范甲实际的状况自行决定实施的时间甲方式。以上敬请兄姐留意甲配合。第6点，本会1楼广场新铺设的油漆，请骑机车到教会聚会兄姐停车的时，唔通立中柱甲锁龙头，会使方便咱的同工能够安排停车位。第7，本会2021年下半年装备课程，伫每周五沿暗7点半到9点半开始上课，敬请参加的学员准时来参加。第8，本会定伫10月24号下午3点，伫教会主堂主办领袖训练装备会，敬请大家牧区的小组长甲外展事工的单位的组长会当来参加。请伫本主日前你的区长来报名，会当方便咱的统计，因为备办暗顿吼。第9，下周主日10月23、10月24要举行2021年第4届圣餐礼拜，敬请全体陪餐会员备办心，强守圣餐，同沐主恩。第
第10点，本会伫16届新生命讲座定伫11月7号到12月12号举办6个主日的下午3点到5点，欢迎各小组推荐慕道友来参加。报名来看咱的周报第8页吼。第11点，本会定伫11月14举办为救恩感恩为救人关怀活动，时间伫9点到下午5点。地点伫教会副堂头前，请关系会使载你的身份证来排队关系吼。那关系内底得到一个礼物，关系时也要征召志工，请你的小组长来，也是办公室来报名哦。肢体消息，真爱林社区关怀据点每周拜二下午8点到11点半要招募志工吼。需要有疫苗黄卡，欢迎有兴趣的来借咱的办公室，咱的徐金惠姐妹来报名。告解消息，咱还咱的黄博书。KFI 的协会定伫10月11到23，2个礼拜六举办谈人仔文化的体验加闯关的活动，地点伫高雄火车站头前吼。所以若是要报名，请咱家己来详细来看。第2点就是高雄中华商联部定伫11月13，拜六早起吼9点，伫即个香蕉码头吼餐厅举办重阳敬老感恩礼拜吼，甲佫有即个长照2.0的训练咯。对象就是满80岁的人，600块，90岁到95岁以上的长辈就免费安尼啦。吼，请伫10月24进前坑长路来报名以上。接续咱来读上帝话，这是咱来翻开咱的圣经，伫列王记下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列王记下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白话语伫422页，台语汉语本伫404页，和合本伫466页。这是我来读上帝话。以利沙讲，恁着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安尼讲：明仔日要即时伫撒玛利亚的城门口，一个细雅的幼米粉，值钱1舍克勒，2舍克勒大麦值银1舍克勒。有一个官长是王，伫伊的手咧，应上帝的萝卜讲：下书耶和华对天开窗仔门，敢会安尼吗？以利亚讲：你要亲目睭看到，总是袂通着。伫门城有4个太哥的，因甲伊讲：咱啥事坐伫遮咧？挺好死吗？咱若讲入城去，城内有饥荒，咱嘛要死伫遐。若定定坐伫遮，也着死。来，咱去投降亚兰的军队，因着若留咱的活命，咱就会活；若通死，军队也是死。黄昏的时，因起来要去亚兰人的营，已经到亚兰人的营的边角看。无一个人伫遐，因为主甲亚兰的军队听见车的声、马的声，就是大军队的声。因着三角讲，看，这是以色列王要下伊来的王，甲埃及迄个王来攻击咱，所以伫黄昏的时，咱着爱来逃跑，放杀咱的布棚，因的马、因的驴，阁营盘照旧去到。行去保性命，迄个太哥的到营的边角立一个布棚，也接伫因对伫迄个摕银钱甲衫裤的去收，过来过去一个布棚，对遐摕出财物去收因。即时因三角讲：咱所做好，安尼好，今仔日是一个好日子，也着静静。若听互到天光，咱着受罪。来，咱着去报王家知，因就去叫顾城门的讲，甲因讲：
咱到雅兰人的名，看见无一个人伫遐，也无人的声讲，只有马北地、驴北地、布房游园伫遐。这是咱要来请讲道，请潘牧师，题目是跟他拼了。读遐济，我今仔日的这个讲章用一条歌就会当甲唱好了，就是迄个叶启田的迄个什么歌啊？做伙讲，1、2、3。对啊，大概我无算着讲，你大概去台语场的时阵，你拢开个人的演唱会。我无啦，我就是我细汉就是即个文化大汉的嘛，就是迄个阮妈妈、爸爸妈妈就唱嘛吼，就唱日本歌、唱台语歌，就细汉就是听因唱歌大汉啦。尤其是台北的选举文化吼，大概若是咧选举的时阵，就拢会唱即条歌嘛，对无？所以我就听久，我就会晓唱啊，听久了就要唱台语老歌的啦。所以讲吼，遮大家爱原谅啦。搁有吼，就是有人反映讲，牧师你为啥第一场甲第二场吼，讲题经文拢共款，为什么内容拢无啥共款？因为即个对象无共款啦，所以讲的迄个内容了会调整啦吼。了调整有调整较济寡啦，遮大家都原谅啦吼。你若是听2场吼，感觉无啥共款吼，其实迄个中心的迄个讲道的中心拢是共款的吼，请大家爱原谅吼，请大家爱来即个你若是会用，你做1场就好，莫遮骨力吼。好啦，若是要想要做2场礼拜，嘛是欢迎啦吼，嘛是欢迎吼。所以讲吼，即个叶启田唱咧爱拼这个早前就或者禁歌嘛，对无？禁歌为虾米或者禁歌呢？因为讲伊内面有一个“拼”之字嘛吼。要听看卖啊无？好，安尼好啦，大家安尼拍谱，我就来唱一解。就是。一时时只毋免怨叹，你要帮我拍谱啊！一时路撇毋免等候，若通失去希望，你水茫茫，无魂附体，亲像稻草人。人生就亲像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换恁好运。歹运，拢爱照起工来行。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好，家己一个鼓励好。真正咱教会人拢最爱唱歌吼，早前迄有灯奖来是咧得奖，迄拢是教会出身的，因为对教会对细汉唱到大汉吼。所以讲吼，即条歌如果讲对头到尾，我拢真会当真认同啦吼，真正无魂附体，亲像稻草人，哇，写得足好诶哈。搁什物好运歹运，都拢爱照什物起工行。无论拄着环境好也歹，咱都爱照起工行嘛。以前我妈妈伫咧卖早顿诶时阵，无论是即个出日头，还是落雨天，我都请着杀个去出去做生意。因为家己做生意，若是有做较有趁，有做有钱，无做就拢无钱安尼啊。所以讲，无论咱拄着什物款情景，都是爱照起工行嘛，对无？所以无论拄着什物款情景，咱的生活习惯袂当改变啊，伤济。有个人就拄着即个困境的时阵，就逐工食酒，逐工就亲像稻草人共款，无魂附体共款，对无？即种讲足好，但是有一句我袂当认同，就是上落尾一句是啥物？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敢是安尼？基督徒毋是安尼嘛？拢是咱的一生都是上帝所注定好好，上帝所备办好好，上帝看顾好好。所以他讲，无说安尼，咱拢毋免打拼吗？咱拢毋免家己有落难吗？毋是啦，上帝，咱的信仰是安怎？上帝来计划，上帝来负责任，上帝来引带，总是上帝教咱安怎行咱人生的道路。也互咱学习为咱家己的选择来负责任吗？敢毋是？所以，伊引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伊引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阵，互因伫旷野行40天，是要教因安怎来成做一个强大的即个国家，教因安怎修正，教因安怎管理，然后到因第2代，即马咧读申命记，第2代的时阵。要入去到迦南地的时阵，就搁一届甲上帝来誓约，
讲阮绝对要来军队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是阮一生所敬拜。所以约书亚所讲的，我甲我的厝，一定必定爱来服侍耶和华，就是这个道理。军队上帝虽然咱对拄着生命当中的困境，该拼，就是该拼，拼在台语内面是，你较早前互禁，就是讲哇，这打打杀杀无好。但是因无了解讲，该拼，这个就是这款的对困境、对这个命运、这个无压头的这款的精神。所以以前阿吉拉出来唱歌的时阵，大家真感动，哇，这直接医疗啊，安尼。看，安尼，慢慢安尼出来唱歌，唱迄命运的吉他声。大家足侪人种爱唱伊歌，这个人命运遮坎坷，行路阁袂行，坐一个椅条出来唱歌，唱到求安尼。大家就早前就爱看伊唱歌，为什么？因为伫互当时伫迄个台湾的困境当中，足侪台湾人鼓励嘛，对无？足侪台湾人鼓励嘛，所以改变就是无即个命运来压头。咱当然拄着困境啊，有个人拄着困境，就是无分躯体，亲像稻草人共款，敢若无灵魂共款去啊。逐工就是哀伤，逐工就痛苦，逐工流目屎。但是咱伫今日经文看到讲，咱有四个即个泰国病遮个人，华语叫做大麻风。迄时阵伫因个国家内面，好来看 PPT 好无？谢谢。好，第一点咱就做来读，预备来，做苦愁成，不如勇敢向前。好，安尼请师会甲翻做台语。歹势，真困难。所以咱伫看到今仔的经文，就是讲以色列受到即个阿兰即个国家来围困，围城的时阵是真恐怖的呢。围城时间一久的时阵，啥物问题会走出来？食米都无啊嘛，都无物件好食。到迄时阵就讲哇，伊迄个城内迄个物价真悬啊！一个驴的头哦，驴子头吼，卖足贵的，嘿，足贵啦！我甲你讲偌济说课了，你嘛听无啦吼，都卖足贵。以色列人无咧食驴仔肉，总是到枵的时阵，迄人食。到真正无物件好食的时阵，两个妇人人互相来参详讲，今仔日咱两个来交换咱的囡仔吼。交换来食人啊，人肉嘛食落啊，所以是围城时阵是真残忍的代志，真恐怖的代志。迄时阵以色列就受到即个阿南的围城，规个拢围甲麻，无法度出去，内面食物出问题。所以咱看到今日即个四个泰国病这四个人，伊就讲一句讲，咱坐伫遮吼。入去内面饥荒，无物件好食。咱坐伫遮嘛是等死，不如咱徛起来，咱甲行去阿南的即个军队。因若是可怜咱，互咱一寡食物，咱阁会当换。若是要甲咱刣，咱嘛死啊较快活。圣经无安尼讲啦，我是安尼翻译啦。但是因要去，伊要爬起来行，敢有勇气？因早起安尼想，咱就看到因伫当啥物时阵开始前来行，黄昏的时阵啊，惊嘛，考虑嘛，到人生上大的即款的决定的时阵，因嘛爱考虑啊。所以伊的性命已经是困境当中的困境啊。伊本身有病，受到人隔离伫城外，伊本身。就是无法度甲伊厝里的人见面。你去城内面，阁有饥荒啊！坐伫咧城外，阁等死，不如勇敢，试看卖啊，行看卖啊。咱基督徒上有资格讲，甲变看卖，晓无？若是咱无头前来行，咱的老我、旧的我，都是不断来。
来大汉，你知道？所以讲，自就为着咱，互咱的信仰性命搁较强嘛。若是自职，拢无啥物改变，做礼拜，干日坐伫遐，为什么咱会做礼拜？若是自职，袂当互咱带出一个传福音的性命，搁较认捌上帝的性命，搁较亲像耶稣基督的性命，咱为什么爱做礼拜？为什么爱聚会？若拄着困境，咱就亲像稻草人倒落去。咱为什么需要真做基督徒？咱甲别人无共款，就是咱会当倚靠上帝，咱会当行伫困境当中，咱会当用祈祷来到上帝面头前，上帝帮助咱嘛。三分天注定是因的信仰，7分靠打拼是因的想法。但是咱的一生有上帝的带领，咱若是倚靠上帝的时阵，伊就带领咱行出困境。所以咱就爱徛起来讲，死就死啊，来行，搏拼嘛。咱会当坐伫遐，做啥物拢会用的，但是就是袂当做礼拜，坐伫遐礼拜尔。所以教会咧设恢复小组 RPG， 教会咧设即个小组，为着是互咱的兄弟愈来愈强。当咱去面对咱生命当中的困境的时阵，咱会当内面是有气力会当面对的。我讲内面的气力，心内即款的气力，心内气力，心内是肉体有气力，咱才会当行嘛。腹肚枵的时阵，咱就骹软手软，要爬山，叫你爬山无力。若是你心内无力的时阵，心内无上帝话语，无信心来帮助你的时阵，你拄着困境时，一下就跋倒，亲像稻草人共款，徛了敢若有一个人的身体，总是无性命，有手袂搬，有骹袂行，有喙袂食。咱真可怜，所以伫神经学家内面，伫即个脑神经学家内面来讲，咱的头脑决定咱90%的健康啊。就是你若是内面是有喜乐的，你食药落去拢有效啦。简单来讲是安尼啊。若是内面是忧愁的，食啥物药啊拢无效啊。你若是食白药剂，互你困尔嘛。所以，若是上帝诚做咱的气力，诚做咱的帮助的时阵。咱才会当徛起来面对咱生命当中的困境啊！咱才会当徛起来面对咱所拄着生活当中的压力啊，对无？所以有一个阿嬷真趣味啊！早前一个婚姻，一个阿嬷真趣味，一讲假拢是来走来教会都无输啊！阿嬷安那呢？我的手足疼，安尼吼，我甲你掠掠，甲你祈祷好，掠掠好，谢谢哦。下晡过来，不输啊！安那呢？你带我来去诊好无？安怎啦？脚去拽着啊！紧的，我脚足疼的哦。正常人来拽着是坐休困的尔。伊拽着伊就是大有步。对对国史馆的大家病院的，大家对叫因的即个囝儿时阵对国外寄转来，德国的。还是美国的，一直打。伊医生甲伊讲，你这休困就会好啊，为什么一直爱看医生？这都袂好啦，我着足疼。安尼好。暗时啊，老师，我疼甲袂困。好啦，我为你祈祷啦。我啥拢食都无效咧。结果，啥物？是啥物原因？心内无力嘛。就尾我都去引导甲陪伴，甲伊开讲，甲伊唱诗歌，唱歌会听，会困。骹手好利，健康好利啊。甲陪伴伊人就愈来愈好起来。但是陪伴无路用嘛，陪伴爱安怎？要用上帝话语甲鼓励，爱为祈祷，爱唱诗歌好听。有的人，你若是将你所有的即个感觉，放伫困境、困难内当中的时候，你会感觉讲这个疼愈来愈疼。台语有咱讲吼，较少配啊。我第二个即个就足少配吼。以前出去耍时，伊若咱跋倒，囡仔人跋倒的时阵，就是哭就继续耍安尼。伊留去哭着呢。这去洗碗，我手弄着呢。这去洗身躯啦。你摕迄塑胶袋甲我。这一点点仔，摕塑胶袋要弄啥啦？
这目标水会感染呢？我讲无遐严重啦。哎哟，到冤家啊！你啥拢无遐严重，啊就个较小配啊。我毋是讲健康无重要，小配无重要吼。总是你爱有迄个甲伊拼吼，啊该做啥就爱做啥嘛，敢毋是？你跋倒你该洗身躯，该食饭，有我疼甲我疼甲食袂落，到遮来疼甲食袂落，一空仔囝尔，咱会较疼甲食袂落。所以讲，有时就是讲，咱爱照起工行嘛。你若是将你的眼光拢放伫即个所在的时阵，困境啊，甲咱病痛的时阵，你要不断甲放大啊，对无？不断将你的困境放大嘛。所以无顺利咧，即个即个病院住院的时阵，真感谢足侪兄弟祈祷。你看，祈祷上帝医治以外，佫另外一个上重要的即款的帮助，就是心内有愧力啊。咱才会当做即个咱才会当做即个较做较好的选择。然后较会当逐工会当照起工行，会当服侍，会当做其他代志。若是拢将咱的所有的即个眼光伫放伫个即个病顶面的时阵吼，生活就免过啊，生活真歹过。逐工会看到哇，血压佫压悬，体温佫降低，佫发烧若是拢来自信上帝的时阵。无随年有一间伊的血色素落到5.1，正常人是11甲12啊。5.1的即个血色素，就代表即个人欠血真严重啊，会昏倒啊，真危险啦。但是伊无发觉家己欠血呢，伊佫甲一个亲的人咧陪伴伊的婚礼，佫咧笑，佫咧食物件。医生个护士惊要害这应该会昏倒，这惊来输血。但是伊甲伊的即个眼光，甲伊的即个注意力啊，放伫个别个所在时阵，佫有大家祈祷的时阵，伊无啥物感觉嘛。但是你人拢会惊死啊！你大家看数据，我毋是讲足迷信哦，讲数据无效哦。但是咱袂当拢完全相信数据嘛，对无？数据会改变啦，伊袂一直永远伫咧遐嘛，伊会改变嘛，对无？咱生活改变，伊小数据会改变啦。所以我们问啊，咱看 PPT 后一张，帮我放下一张，谢谢。你一直停留在我的画面，是要再让我唱一首歌吗？所以我真爱这意义治疗学派，伊讲伊问的这个问这个问题，伊讲哦，你为什么活着？伊治疗吼。伊治疗人只有一个方式，就是问你讲你为什么活着？伊活的是为着什么啊？所以伊就问你讲你为什么你活？你活的意义是什么？你是有人受即个互伊的梦啊来叫醒，有人是受到即个闹钟来叫醒，你有啥物来叫醒你？你逐工起来，你的心情是安怎？所以我讲我真爱即个医生哦，做精神医生，做 Dr. Franco。伊伫即个一中营的时阵，伊看到牧师甲神父讲：哇，大家遮艰苦，家己食都无够啊！恁阁会当家己一点点仔捧，阁去分互别人，阁咧遐主持圣餐，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恁拍破，分享互别人。伊看到惊遐讲：哇，遮个人是安怎？伊就走去问遐牧师甲遐个犹太教的拉比，因就甲应一句讲：人的身体会受苦，咱虽然受关家，总是咱的心疼人的是自由的，咱甲上帝结连是自由的。若是要用即个，要互信神坐家，迄是无可能的代志。若是要互我的疼，因为肉体的痛苦，我疼人的心来停止，迄是无可能的代志。迄就是伊的内在啊，伊的迄个心内有将强大的上帝的信心，伊上帝疼充满伫伊的内面嘛。你为什么来活？所以我就常常讲一个咧，有一个妈妈，伊伊做了真成功，伊即个生理做了真成功啊。但是伊甲伊的囝，伊甲因厝里的人感情拢无好，伊常常拢会忧郁，常常拢会想要自杀。走来问我，
要安怎？我一个月赚遐济钱，但是我拢无快乐袂起来。我就问伊啊，我讲支持到哪，互你搁活伫的原因是啥物？伊甲我看，因为我爱照顾我的囡仔。我讲无啦，你迄是为别人活啦。无啦，阮先生嘛需要我。无啦，你拢见讲拢讲别人，你敢有问过因讲需要你的照顾？当然嘛袂。好啊，伊就讲啊一堆啊。讲无啦，我即摆要问你啦，你若是讲你即摆换的意义是啥物？伊搁啥物代志还袂完成？你为虾物会当继续互你有勇气换的？哎呦，目睭天足大蕊甲我讲，我还袂完成的梦吗？讲嘿啊，我要食一碗即个塔城街一碗牛肉面。我讲你若无去食？吼！我自细汉对迄个所在经过，就热迄碗牛肉面啊！我大概看我妈妈就甲我念喙皮讲，查某囝仔才爱食要创啊？去食阳春面。阮哥哥吼，大概若去面搭的，阮坐我们哥哥牛肉面，我咪点我嘛有讲，阮哥哥点牛肉面，我嘛要点牛肉面，我妈就甲扒落，讲查某囝仔食阳春面。哎呦，心内真毋甘愿呀！伊吼。真认真拍拼做生意，真成功，但是伊无勇气行入去间牛肉面，伊无勇气。我讲你有勇气，来，你去食看卖啊，然后后礼拜，甲你食牛肉面的即款的个滋味，甲我讲。伊就讲，所以我真正来食迄碗牛肉面，但我惊讲我食迄碗牛肉面食了，我心内迄个。愿望满足，我就会当去死啊！我讲毋是啦，你去食看卖啊嘛，你这个梦你甲完成嘛，然后你可能你会发现后一个梦想是啥物啊？伊去食了讲，我已经要50岁啊！迄牛肉面吼，够好食。我讲安尼你刷落来你的愿望是啥物？我逐礼拜要食一碗。支持伊换轮去，即款的愿望，无论偌细，咱都拢爱甲鼓励。到落尾，伊讲，我要真做，我要去找上好食的牛肉面。到落尾，伊讲，我要真做迄个牛肉面的即个评论大师。就伊真正一个伊家己的笔记啊，台湾头食到台湾尾，食这牛肉面。所以支持你活呢。伊到底是啥物？是痛苦支持你换？你头壳内面想，逐工目睭闭开着，想无这疼迄疼，这痛苦遐痛苦。换迄足艰苦诶。有人看迄《熟女养成记》第二版无吗？有吧？哇，林明章。林明章妈妈伊讲一句哦，讲伊细汉，伊就是讲哦，伊有2个后生啊，一个大汉后生哦，去耍水诶时阵，无去安尼啊！结果吼，伊就讲一句哦，伊就讲哦，你敢知影啥物叫做活得真痛苦，要死阁无勇气款的感觉？我讲伊即款讲得足好呢。有足侪基督徒活得真痛苦，要死无勇气，因为伊敢若伫咧度日共款尔呢。咱若是教会无前来行的时阵，咱就慢慢啊就无去啊。若无宣教的时阵，教会就慢慢就内聚，慢慢啊，就是衰微去啊，敢毋是？所以教会一定要有真做基督徒，一定要有改变的即款的决心吗？爱传福音的迄款决心吗？对无？我坐电梯时阵，我想办法要甲人传福音吗？伫病院坐电梯，我想办法要甲人传福音吗？一句讲，上帝来帮助你，上帝听你，上帝医治你。我想办法来共传福音嘛？短的时间咱会当来甲伊传福音。结果我拄着一对即个某囝吼，因查某囝伊迄个妈妈吼去停地，我拄着伊。我讲你这顾啥物啦？阮查某囝卵巢癌啦，做化疗伫遐，艰苦安尼变来变去，拢食袂落。结果吼，我就想讲，我就一直想即个来讲，上帝。你若是我看见这样代志，一定有伊的好调啊！
叫我就去买2罐啊，迄个营养品啊，迄装料咧食足贵呢，迄一罐爱150块呢。我也买2罐，我毋是当生啦，因为我毋知影人食会惯势无，对无？爱买看试看卖啊，对无？爱试看卖啊，伊敢有要食。结果吼，我就摕去伊个病房，我就讲啊，我有听到你咧讲，恁查某囝食袂落，买这2罐互你啦。哦，希望你会当赶紧来恢复健康啦。我讲你是病医派来，我讲毋是啊，阮太太嘛咧带伊啊。哦，2罐迄啥，我看卖啊。结果伊摕看咧讲，伊就甲伊的迄个拖拍开，我买规箱的，规箱的啊，食袂落嘛，食袂落。啊，结果我就讲，我无啥物会当互你，咱就为你来祈祷，我为你来祈祷。所以真正基督徒一定要有改变嘛。咱去人病房，还是讲要团伙医院，一定受拒绝啊，敢毋是？真像你想看卖啊，但是亲像阮伫病院的时阵，有人甲问，甲你的问，福利问讲，你好，我会当来你的房间帮你念经吗？你绝对甲拒绝嘛，对无？是毋是？所以信仰无共款，但是咱爱试看卖啊，咱用咱的听，甲咱的温暖去帮助人，去甲伊做伙生活。再看后一张，PPT。所以讲，因头前来行的时阵，就看讲哇，啊遮的军队哪拢无去啊？咱看地人政府的时阵，你有看讲，为什物迄个军队会无去？迄个军队会无去，就是因为因听到大军队来的迄个声，耶和华上帝来帮助以色列来拍败因，吼，遮的亚兰的遮的军队会当拢走去。所以三分天主俩手靠拍拼，毋是安尼啦。咱的性命有上帝来甲咱帮助嘛，因为天就是爱三分天主定3分，上帝来甲你，因的天来甲你斗3工啊，7分就来靠家己拍拼。这是我搁要讲的，讲毋是基督徒，毋是讲无责任啦。咱嘛是爱学习，咱爱勇敢行出上帝的信仰来嘛，爱行出上帝的命令来嘛，敢毋是？所以就讲，这个信仰即款的德性。就是伫咱的信仰生活当中，咱会看见讲不断有一个新的见证出来嘛，敢毋是？就是讲上帝来介入伫咱的生命当中的时阵，上帝会咱得胜。所以，前因这4个这个泰国病人是头前来行的时阵，因根本就毋知会发生啥物代志嘛，完全就毋知会发生啥物代志，但是因是头前来行的时候，上帝就备办即个德性伫因的头前啊，即简单。来第3点，我讲较紧的，毋通互过去的失败的经验来困掉的。所以即个阿拉米军队因会惊吓，就是因为过去受到以色列王结连边啊，即个军队、即个国家来拍败过，所以因去甲威胁的时阵，其实嘛家己心内真惊来讲，哎哟，敢有啥物款的变化安尼啊？因若冲出来，咱可能因若是讲其他国家来甲斗3工的时阵，可能咱会战输。所以因伫迄个所在随时准备要走，你知道？你看了烧战的时阵，你若是心内一直感觉讲家己会输，啊随时要走，你看你烧战敢会赢？所以安尼去团伙演的时阵，还是讲要去甲人接触的时阵，接触 best 的时阵，咱是毋是讲大概拢是讲啊，伊会甲我拒绝？所以你的态度表现出来就惊惊。你家己就无信心，你所讲你家己就无相信啦。要安怎爱别人安怎相信？所以袂当受到过去经验所捆绑。所以细汉时，阮爸爸拢会叫我会叫我跳即个跳远啦吼。伊讲即个点有过迄个点嘛，吼2个条啊伫迄个所在啊，无悬啦。伊个条啊，伊就讲我叫跳过，好安尼跳。我大概吼拢跳袂过，因为我足惊。我来跳袂过的时阵啊，我有一摆就是。家己咧练习，去公园练习，迄个跳迄个条啊吼，那个小小的柱子啦，矮矮的柱子，我就跳过去，我讲距离甲阮爸爸话差不多，我就去遐跳，去试跳看卖啊。结果吼，我跳的时阵无过，弄着下海啦，天我就尖遮，转去就拢会，安尼也流血，哎呀，讲我清楚，哎呀。弄下海，你要我讲清楚。
啊，迄阵我袂提针，不过袂叫你去提病院提针哦，免说你等啦，抹抹就好啊。所以我遮双下巴，是为着要保护我的下海。无笑的，爱去罚站。无顺便讲，我无顺便讲，咦，伫港台讲的笑亏拢无好笑，但我等下凊彩讲一个笑亏，才笑较大声的哦。我足紧讲哦，注意听，注意听。绿豆从树上掉下来变红豆嘛，对不对？因为它会流血，所以绿豆掉下来变红豆。啊，他觉得很丢脸，就往前跑，啊，跑一跑，跌倒变什么豆？白豆。这段看咱加掉，拢无人笑。我来继续了哈。这直播呢，较认真看无书。好，来，我们看下一个。哦，所以我讲哦，我阿德呢这句话吼，我甲陈牧师有分享哈，我真意爱这句话啦吼，这是事实。哦，事实吼，咱做伙来读预备来。对嘛？啊，伊又讲，你若细汉时真快乐，你安全感若是有够的时阵，你就通面对生命当中所有挑战啦。啊，你若是细汉的时阵，就是受到爸爸妈妈的即款的苦毒，你大汉以后，你就自然就无自信啦，对无？所以有的人就是讲，伊的即个细汉的即个经验是真重要。然后我感觉这真好。这感觉真好，就我去泰国的时阵，看到迄个小象吼，有足侪人去泰国旅游的时阵，看迄小象无，大象啊，毋是小象，象啊，吼，啊伊就讲伊表演煞以后，咱就摕钱互伊，就甲伊摕去买金蕉。啊，若转来的时阵，伊若转去到伊家己的所在的时阵吼，我看到迄个有饲鱼的人，就是凊彩线甲束的，啊甲挂伫这个小细细的木棍顶面啊，伊脚一踏就走去啊，但是为虾米伊就拢袂走去？因为就细汉伊就是互锁伫迄个所在啊。伊就感觉讲我安怎去安怎踏安怎走都无法度走嘛。这个心理学都习得无助啊。但是伊拢袂感觉讲伊家己大汉啊，伊会当对抗这啊。所以有诶基督徒伊就是习得无助，感觉讲我做这袂用，做迄袂用呢。有诶教会就是感觉讲传福音绝对是无可能诶代志，做幸福小组是无可能诶代志。那我们现在无可能，人有足侪成功诶经验啊。那大家拢看迄失败输诶经验，你当然你嘛是失败甲输诶迄个方向来进前。但是上帝，我讲即句话就说部分真理，就是讲部分是对，但是一部分佫毋对，因为伫咱信仰当中，若是有人伫耶稣基督内面，伊就是新创造诶人嘛。敢毋是？对无？所以咱看 PPT， 免看泡泡书，免看两动画，看了会神啊。所以有啥，咱来看头这经文，咱来做一读，预备来。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讲，这部分真理就是部分是真的，一部分是真的啦。但是真正真理是完全拢是真的，就是上帝帮助咱的时阵，有咱爱行啥物呢？对无？所以袂当受到像亚兰的军队，过去战败一届，因就一直惊。虽然因伫人数甲这个资源顶面有优势，总是因惊遐到，若听到声伊就紧来走，对无？来看下一点，我讲较紧。第四，爱去分享好消息。因这四个这个泰国朋友人，伊入去先看，哇，那无人，伊家己就食欢喜，啊，然后就食饱以后，因就讲啊，咱伫遮安尼家己食无好，吼，咱已经转去甲所有的人讲这个好消息。讲这个好消息就是讲爱传福音嘛，敢毋是？所以上帝来甲咱帮助，甲咱医治的时阵，咱就爱去做见证啊，敢毋是？所以咱就爱继续来为上帝做见证。所以，这个原中教会区牧师又甲我讲一个见证，讲因爸爸因为截肢吼，啊，但是吼，因爸爸个活了足好，因为因爸爸吼就是这个医学啊，甲有真侪人的鼓励甲祈祷，啊，所以吼，伊虽然往截肢，但是
伊的这个生活吼，无受到啥物款的影响，有一点仔无方便啦，但是伊生活阁好。啊，落尾又加一句讲哦，伊若是为上帝来做见证，伊可能会活愈较久。我即句话就记伫我的心中，我讲对啊，咱活着就是为着来见证上帝恩典，敢毋是？咱活着就是爱见证上帝，所以就是基督徒性命就遮简单啦。就是要分享上帝所想说，互咱生命改变的好消息嘛，敢毋是？好，咱来看上尾落尾一点，最后一点，爱相信上帝应允，爱相信上帝应允。所以讲，即相信上帝应允，掠条上帝应允，就是讲一开始迄个伫即个以色列一个将军啦，伊利沙咧讲吼，情形会改变啦，即物价会降价。大家拢食会饱，伊毋信啊，毋信，先帝就讲一句讲，你看会着食袂着，啊，结果真正是安尼啊！四个太高病的人去来禀报好消息的时阵，所有的人欢喜，要出来摕物件食，要来抢食物的时阵，以色列王甲指派即个将军讲，你去城门口来指挥，互伊莫动乱。结果伊就徛喺城门口讲。大家听我讲，排队，实名制。结果遐摇过头的人要安怎？完全无听伊话，对伊身躯甲打过去。咱有时咱就看有上帝恩典，但是食袂着，因为你毋信嘛。从头到尾就毋信，即个代志会发生啊。所以复兴一定会发生。咱来看咱的 PPT， 我上尾用这页。有信心的眼光啊！你看见啥物会当决定你的产业嘛？你若是看见上帝的丰盛的时阵，你就决定上帝的，你就决定你的得到啥物款的产业啊！所以，各位兄弟，改变，迄个方向就是甲困境来相拼，甲毋信来相拼，甲无爱传福音的我来相拼，甲无成长的即个无想要成长的我来拼。甲即个贫惰的我来拼，甲即个无想要传福音的即款的性命来拼，改变。面对困境，咱就爱改变；面对病痛，咱就爱改变。改变，毋是甲咱的兄弟拼，毋是甲咱亲爱的同工拼，是甲困境无好的，甲撒旦魔鬼的诡计爱改变。亲像迄个4个泰国病人。坐伫咧遐等死，你去枵死，头前行试看卖啊！你会当做遮侪选择，但是你袂当坐伫咧迄个所在等死。求主帮助咱的教会是会当头前来行的教会。求主帮助咱毋是坐伫咧即个所在的教会。求主帮助咱毋是后边行的教会。咱会当做伙来前来行，做伙来改变。咱大家来祈祷。这位上帝，阮将教会阮所听的教会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阮改变，就是为着福音来拼，为着上帝国来拼。阮所选出来的同工，也是为着福音，为着上帝国做伙来拍拼。愿主你来帮助阮，会当为着福音来有热心，为着福音来为着你来做见证。愿主的听头。来充满伫咱所有兄弟性命当中，看顾因，互因会当继续来为着福音来跑走，互阮教会会当愈来愈健全，愈来愈有上帝的听头，甲阮的悠长教会大家伫伫，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哈利将来，咱请起立，咱做伙来唱回应诗152首。
即摆请坐，即是咱请执事来收奉献。即摆请起立，咱做伙来吟奉献的诗。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你赐予阮有着货财稳定，这是阮的奉献金钱，正做圣工的使用。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祝福车恳。请潘牧师。愿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信神的感动甲交陪，愿上帝所赏赐满满恩典、平安、福气、健康，甲恁三个基地，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兄弟姊妹请坐列倒。咱请以下顶礼拜无领受托的兄弟吼，以下的名单，请咱会当到柜台来领取吼。黄兰芬、廖金珠、林清平、廖金贵、高秀芳、聂春美、刘俊杰、周素珠、高丽美、张成武兄弟吼，有念到的请来柜台领取。